国内今比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，疾管署公布防疫新生肺运通这两支初始指引，清楚为统计多数28年，还有禁止目的以外使用。消息资料是由头批核一条章做的用，无论天子也是资本，都会有专员保存，还有遵守保密原则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日去新竹市，天公人会去桃园新木的客家五港、远环五港。桃园市长蔡文灿讲，会带领其去食客家美食、菜地海产，还有农特产品，本地地桃园客家乡亲有几热情。行政院规划要推出振兴券，不过按算会排除天上通路，引起业者不满。行政院发言人等于明讲，一派经济受到影响，大部分是同观光有关的事业咩。政府希望也派发振兴券，主要是亚洲对象。指挥中心公布，以医院度看病人相关措施会表用，除了精神病房以外，系验7年以上的病人，开放当日1张时段，一种临床总共有2个人下去看。全世界确诊人数共同就会有570万3人呢。1000例可以美国超过4万3人，最多武汉肺炎死亡，占为全世界死亡人数为38%。总统川普人士对也无任何回应。